天通讲来愈来，万人也无法凸显地的会有一体嘅灾害。不过，更加透过人们的监测技术，已经使得在天通而来以前先做预防。强调使得马上同地嘅手机嘅防灾 App， 日本几多后生嘅如何下载？然后从日本嘅电视、韩国报纸、杂志也都，韩国去不时都看得到防灾嘅相关消息。不过，日本的一条防灾路，才系经过20年爬爬磕磕，一步一脚印，能有更加嘅成果嘅。东京铁路红的2年实施运动营养，罗布伫救助的长期种子起地顺航宽速机的等人客来交关。今年4月嚟嘅用本太地通影响到全救助，长期种子一下限就会打开手机的防灾 App。来关心亚罗布最新的情形。九州でちょっと今地震が頻繁に起きていることもあって、東京にいながらでもこういうのを使ったらそういう情報がすぐ入ってくることによって、また LINE とかでその近況を話せるというか、大丈夫かという安否の確認ができる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いました。311同日本太地通过后，日本民众普遍就感受到灾害已经有几重要的。日本气象台就打帮全国几千处的地通观测站收来同步资料，第13年都有数据的高科技姿态事先发出警告，至少同民众侦测到10秒以上的一定冲击造起同样的事件。First time I felt an earthquake, I was going and I searched about it, and I found this. Oh,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because it was my first time that I felt an earthquake, because I'm from Brazil, so we don't have this there. So when I felt this, I'm gonna look for it, and I saw this. They have when something happens, you can say if you're safe or not. 日本传系东京的讲法，因为天通喺地底下有一名太麻咪嘅同事金飞咪成为天通，一啲圖就設計咗一名同時操控嘅天通 App， 用互通式嘅方式為秒有同國體嘅天通信息傳到 App 去。秒有未變做嘅日本新世態重複分享那有天通為生意嘅防災管道。携帯電話に朝霞市の防災の登録してあるんで、その携帯電話に、警報が出たり注意報が出ると自然と入ってくるんです。家にいたらテレビと、パソコンをつけてたらパソコンだし、携帯もつけてますし、外だったらやっぱり携帯でツイッターとかそうですね、あとはFacebook とかで情報は Facebook と Twitter で情報を結構ピックアップして。互通式防災 App 的好處就係在天然做嚟同停電發生有正確嘅消息分享出去。韓國同印度政府咪特別打幫各種平台同冇共用嘅使用族群傳送信息。東京都の防災ホームページというのを専用のホームページを設けておりまして、災害が起きた際にはその東京防災のホームページであるとか、あるいは防災ツイッター、あとは当然マスメディア等への情報提供などさまざまなチャンネルを通じて、都民の方々に、災害に関する情報を提供する、そういう体制をとっております。日本防災信息愛心有一腳，看日本電視節目雖然呢度係談講有天通，亦係防災災情。電視台停電就會喺畫面上用動當然嘅電子字幕為大家聲音。忘記到嘅防災信息，韓國有線呢就會發布出來。而唔係本人看到第二強嘅災難現場，安尼民眾也看唔會看到驚嚇嚇白。當日本發生一個重大災害的時候，只有 NHK 可以報，就是它的訊息是統一的，它的訊息是正確的，它的訊息是及時的。所以當防災的最後的專業的氛圍是，你的媒體要怎麼弄？你如何在第一時間讓你的訊息到這個我們的市民的手上，而且這訊息是一個正確的訊息。就算喺平常時，日本報紙雜誌未接上看得到同防災相關嘅新聞，各種各樣嘅傳播方式，讓日本民眾看到嘅也看慣嘅各種災情。
但那重要的是海外地用的来应变。那他们呢，甚至在报章杂志摊呢，都可以买到灾害潜势图因为3.1地震之后有去参访日本，就可以发现说，在进去这个书店的门口第一区，就摊开来看，就是告诉你说，日本还有哪些活动断层，然后现在日本的灾区呢，现在的分布状况怎么样？哪些道路呢，现在目前还没有通？它是把它这个灾情的资讯汇整之后，把它当成科普的资讯来书报摊上就买得到。好在强调灾难信息的提供是防灾教育同重要的一部分，认真大家总是同家老总统田中体。日本是经过的一摆又一摆的大天灾，民众对防灾将会按强心。日本廿多年来更加强放送灾难信息，就会按民众记得田作司同民地，时时就会提防电台。